大家好，我哋好高興探索 Tungsten Express 點樣改變你嘅營運。Tungsten Express 係一個桌面應用程式，可以改善業務流程，降低成本同對紙張嘅依賴，改善記錄管理。任何人都可以快速掃描、索引同導出文件，以便快速檢索。我哋集中喺好多企業嘅一個關鍵領域：文件截取同處理。人手處理程序通常速度慢，容易出錯，而且效率低。Tungsten Express 憑藉其專利的影像增強和完美平台，正面解決了這個問題。佢唔單止處理文件，佢會主動完善佢哋，確保自動輸出清晰、乾淨、準確。簡化嘅工作流程如下：一、截取。我們直覺的單螢幕截取應用程式簡化了批量掃描，以滿足任何需要。我哋亦會提供外掛程式，以滿足獨特需求。二、驗證、索引、重新排序，呢個就係原始掃描變成結構化數據嘅地方。Express 支援所有桌面及生產掃描器，最重要嘅係包括 VRS Virtual Rescan 功能，可自動清理影像校正、刪除邊框、增強文字及刪除空白。你可以得到靈活嘅索引同文件分離選項。對於 BPL 雲端和表單處理，我們的 Perpetual 定價提供了可預測的成本和長期價值。三、交付，高品質文件無縫地流入你的關鍵系統，如 SharePoint、Google Drive 和 Salesforce。推動呢個目標嘅主要特點包括：一、超過100個後端集成，可連接你現有的 system。二、Smooth View 編輯功能，方便手動調整。三、整合 VRS， 自動實現完美影像。四、熟悉的 MS Office 外觀和風格，可快速用戶採用。五、簡單嘅點擊式重新掃描同靈活嘅文件 separation。五、增強條碼識別能力。六、明顯好處，改善業務流程，確保數據完整性，透過友善嘅用戶界面減少培訓時間，並支援超過100種唔同嘅掃描器。Tungsten Express 將複雜的文件接收轉變為一個簡化、智能和完善的流程，為你的關鍵業務系統做好準備。好，我哋將焦點轉移到 Tungsten Express 上，作為你實用嘅桌面截取解決方案。它被設計為一個直觀的單屏應用程序，用於高效掃描、組織和轉發文檔。睇下佢嘅用例。一、佢係一個完美嘅前端，用嚟處理表單，或者將文件直接發送到 SharePoint、Google Drive 同埋其他儲存庫。二、Service Bureau 可以慳返好多成本。三、Express 允許你從源頭解決異常問題，掃描後立即修復質量或索引問題，咁樣可以避免下游出錯，同時節省大量 rework。四、它標準化了不同掃描器類型的 capture， 同時也能實現有效的遠端 capture。五、一如既往，佢整合咗超過100個後端應用程式。核心價值：一、內置 VRS， 自動完美影像。二、單一屏幕界面意味着少啲培訓，提高生產力。三、從源頭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準確性和速度。四、培訓、部署和支援非常容易，讓你的團隊快速啟動和運作。簡而言之 ，Express 簡化了文件接收，及早發現錯誤，並無縫連接到你的關鍵系統。我哋簡單咁講下 Express 提供嘅有形價值，集中喺以下幾個主要優勢。一、整合式 VRS， 自動完善掃描影像，達到最高質素和準確性，大大減少人手清理工作。二、Single Screen Application 提供了一個精簡的一體化工作空間，簡化了任務並減少了錯誤。三、最重要嘅係，從源頭解決問題，意味着你可以喺掃描過程中立即修復質量或索引問題，避免喺下游進行代價高昂的 rework。四、透過靈活的索引選項，你可以確保文件被正確標記和歸檔，以便於識別和存取，尤其是在雲端儲存中。
而且佢嘅設計令到培訓、部署同支援變得容易，這意味着更快嘅採用同更快嘅投資回報率。簡而言之 ，Express 提供更好的質量、更高的效率、減少源頭錯誤以及無縫集成。所有這些都在一個用戶友好的軟件包中。現在，讓我們深入探討 Tungsten Express 與眾不同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：我們的 VRS 圖像分析和增強功能。呢項技術就好似俾咗你嘅掃描器一個智能大腦，自動清理同完善你嘅文件。睇下佢做咗乜嘢。一、自動旋轉 VRS 會自動更正掃描嘅頁面。二、歪斜、拉直傾斜嘅頁面，令頁面完美對齊。三、黑色邊框去除和裁切，清理邊緣和裁剪精確到文件大小。四、增強微弱嘅文字，令難以閱讀嘅文字變得清晰明了。五、背景去除，減少背景噪音，令影像更清晰。六、去除打孔，消除孔痕。七、刪除空白，自動刪除批次中的空白頁。咁價值係乜嘢呢？簡單嚟講 ，VRS 可以將唔完美嘅掃描件變成完美、高質量嘅文件，這大大減少了人為干預，提高了數據提取的 OCR 準確性，並確保你的文檔為任何關鍵系統做好準備。除了核心功能外，Tungsten Express 還提供顯著的附加價值，進一步提高其投資回報率和靈活性。一、唔收經常性費用，呢個係一個主要嘅區別。Express 係一個你買一次，唔使計頁數，亦唔需要持續訂閱費，這提供可預測的預算和顯著節省長期成本。二、智能數據採集，我們提供條碼識別自動索引，以及強大的數據庫查找斜線驗證，咁樣可以確保數據嘅準確性，同時通過實時驗證你現有嘅系統來驗證信息，從而加快處理速度。三、優化儲存和處理，我們的 PDF Super Compression 技術可大幅減少檔案大小，節省儲存空間並提高傳輸速度。結合靈活的文檔分離方法，支持條形碼 Patch Code、空白頁和用戶定義規則，你可以獲得高效的批次管理。四、可擴展網絡版本，需要團隊協作嗎？我們的網絡版本允許你部署一個高速掃描儀，並添加多個額外的索引站，咁樣可以有效分配工作量，並確保整個團隊嘅處理方式一致。五、使用 Folder Scan 靈活輸入 Express 唔單止係掃描器，使用我們的 Folder Scan 功能自動處理放入指定資料夾的檔案，這包括處理完畢後刪除檔案，持續監視無人值手操作，以及支援多個輸出目的地的選項。六、可擴展性。另外，透過第三方插件，你可以進一步自定 Express 與更專業的系統整合。從本質上講 ，Express 提供了一個經濟高效、可擴展且高度靈活的解決方案，可以適應你的特定需求，最大限度地提高數據準確性，並簡化你的整個文檔工作流程。讓我們總結一下 Tungsten Express 提供的非凡價值，使其成為明智且具有戰略意義的選擇。一、永久授權同無限次掃描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你可以一次性購買，無需付經常性費用，絕對沒有頁數或文件上限。你真正擁有解決方案，而且可以擴展而唔擔心成本上升。二、經過驗證，值得信賴的技術 ，Express 已部署超過1萬個 license， 是一個經過實戰考驗的解決方案。你投資嘅係可靠、強大、深受全球企業信賴嘅技術。三、廣泛整合，我們提供超過100種後端軟體集成，確保 Express 無縫融入你現有的技術生態系統，從 SharePoint 等儲存庫到 ERP 和 CRM。四、可自定及適應性強，需要特定嘅嘢嗎？附加組件可滿足你獨特的客製化需求，使 Express 幾乎可以適應任何流程。五、簡單嘅本質，基本上一切都係易用。快速培訓，
快速部署和直觀操作意味着你的團隊可立即意識到好處。簡而言之， Express 提供可預測的成本、久經考驗的可靠性、廣泛的連接性和用戶友好性，為你的自動化需求提供卓越的長期價值。我們討論了 Tungsten Express 提供的巨大價值，從其具有成本效益的永久許可證到其強大的功能和集成。而家要真正了解佢嘅影響，最好嘅方法就係親身體驗。請聯絡我們，我哋會俾你更多嘅細節，甚至示範俾你睇下佢係點樣運作。多謝你哋嘅收看。